的同工仰望你伫个手中，互因的服侍有你的同工，就不足的所在得到补满。联络每一位同工，互阮诚做合一无破口的团体，来服侍你，搁服侍众人，用光你的名，搁互众人得到利益。主，阮也为着所有已经伫遮的兄弟甲朋友，包括阮家己来祈祷。主，你互阮的心门会当拍开，互阮的心柔软，所听的会当进入阮的心田，互阮有受教的心，会听的耳，听会当明白，无搁模糊无明。阁有气力甲智慧，照你的命令来行。就我们安尼行的时阵，你敢要甲阮三角伫地？阁一摆恭敬将整个礼拜放踮你的手中，愿你做主，愿你做王。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准备心，也请互咱的手机啊安静，互咱当专心来敬拜咱的主。
来啊，咱来唱歌学了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今仔日，恁应该着听伊的话。即个时阵，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149首 A。徛地来用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
这时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主，阮来到伫你神圣威严的面前，要来敬拜你。请你的灵临在伫阮的中间，来监察阮，嘛接纳阮所献上。你赏赐万物一切，互阮。你掌管即个世界，阮也要学了你。你是医治的主，阮嘛要来学了你。你是慈悲的主，阮嘛要学了你。你是保护阮的主，阮要学了你。感谢你保护阮，互阮会当平安。阮感谢你，主，阮恳求你的圣神来赦免阮一切的过错。阮常常无照主你的教示行你的正路，只照着家己的心意来行，直到会行袂路，离开你的旨意。你应允阮顺服就蒙福，但是阮违背着你的心意，照阮家己的意思去行，请你赦免阮，你嘛接纳回转转来到伫你面前的人，互阮会通过着圣洁的生活来服侍你，一生来跟对主你。主你是全世界仰望，求你来看顾你所创造的人类，有侪侪所在有战争的所在，求你来怜悯伊，你来救因，你来拯救因。脱离即个苦楚，主，阮嘛要恳求你来阻止一切侵犯阮幸福的恶势力。阮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互人有机会表达意见。特别伫最近的事件中间，呾已经煞，请你的圣神继续保护阮的正百姓，通安居乐业。互阮的总统搁较有智慧能力，带领所有的文武百官来照顾、来扶持，来互台湾搁较得到安定。请你的圣神来赏赐互因。今早起，阮所敬听梁牧师要用上帝的话，领受大使命来教导阮，互阮人知影顺服上帝你的教导。特别有圣歌队带领阮来献俄乐的诗歌，到伫你面前，愿你来接纳。有人带着感谢俄乐的心来到伫你面前，愿你来继续祝福伫因。我嘛要恳求主，你帮咱有落伫困难生活拄着苦境的，求主你的圣神来为因开路，互因得到主你的同在，有平安，有心灵软弱，在求救你的。求你着引带因，互因搁较坚强，搁较徛在。主啊，阮今早起也看见侪兄弟，因为因经历上着主你的恩典，要伫主甲众人的面前来洗礼，要见证主你的救恩，会通到伫主这个大家庭。愿一切荣耀拢归伫主你的圣名，互因一生跟对你，服侍你，荣耀主你的圣尊名。主，阮的祈祷无完全，我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来祈祷。做伙来交托启应文，记载伫圣经第4篇100篇。我来刻，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
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就用感谢入伊的门，就感谢伊学了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这个时阵，圣歌队要带领咱来献诗，保护阮主啊！咱要三甲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台语汉字本伫75页。若要分圣经的人吼，你来选一个吼。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11个门徒去加利利，到耶稣指定因去迄座山顶，因见到耶稣就甲伊拜。不过有人还在犹豫，耶稣行活去甲因讲：上帝已经将天顶地下一切的权柄拢予我，
所以恁着去招万民来做门徒，甲因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假是因遵守我所互恁一切的命令，就会记得我逐日甲恁同在，直到今世的结束。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安尼去行的人。咱的牧师要来信息是领受大使命。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欢喜的日，因为有几啊位的兄弟要伫遮洗礼，也有几啊位要搁一摆归入双连教会的名来成做双连人。所以今仔日用大使命成做主题，咱搁一摆来想主耶稣怎样吩咐咱传福音，互人成做门徒，是真正有意义的代志。所以咱伫讲道的头前，咱要搁一摆用祈祷来准备咱的心。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准备救恩伫创世以前，佮透过你所听的囝，就是主耶稣基督来成就拯救的工作，互阮会当得到永活的盼望，得到生命的改变，得到罪恶的洗清。当我们伫遮搁一摆来思想，也来实践你所吩咐的大使命，互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也将福音广传来，互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愿你互阮心门会当拍开，互阮心田会当柔软，所听的会当明白，所行的会当合伫你的旨意。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仔日搁一摆用大使命，甲大家做伙来思考、来分享。因为主耶稣已经国活，然后伊就伫离开这个世间，等于到天顶的家境前，将伊的门徒组织来甲因讲一段话。大使命是伫马太福音第28章的18到20节，这是咱足熟的一段经文，但是真侪人敢若爱讲19到20节，这是有够无完整的。因为耶稣的话是对18节开始，咱袂当甲头切开。18节开始，咱就会看见一个完全无共款的视野，完全无共款的视野。因为18节是一个真大的宣告，就是耶稣对伊的门徒讲。天父上帝已经将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赏赐予伊，这是一个真大的开始。那咱搁转去到咱今仔日读经的第一，就是16节来读，咱就搁较了解整个的处境是啥物款的状况。耶稣国活，耶稣要上天进前，伊组织伊的门徒，带因到伊指定的山顶。虽然门徒心内抑阁有疑惑、有犹豫，但是因就拜伊。这个情景，互咱足熟的，敢毋是？旧约10诫，新约耶稣登山变相。拢真亲像这个情形，所以咱读大使命，爱为28章16节开始读，毋是安尼尔18节到19、20节，是一个因为和所以的关系。因为天父上帝赏赐权柄，所以耶稣发出对所有门徒的命令，因为天父上帝将上大的权柄，包括天顶，包括地面上，拢予主耶稣，所以发出大使命。因为安尼，咱应该斟酌搁一摆来听大使命的内容。首先，耶稣吩咐咱去。但是这个去是啥物款的去？
这是真重要的。敢是亲像犹太人，若每一摆听到四线，就感觉心内惊吓，因为是一个 diaspora， 是受掠，是四线，是苦难的开始。但是咱若转去看主耶稣伫福音书内底的形象，咱就感觉无共款。因为耶稣毋是一个保守的人，耶稣的言语甲行动，拢真正改变人，也改变世界。所以保守的犹太人、犹太老师感觉足袂习惯的，足感冒的。即个人哪会逐摆讲的，拢甲咱无共款。甚至耶稣上天了后，搁一摆呼召一个使徒叫做保罗的。保罗伫使徒行传内底安尼受形容，讲即个人是咧扰乱天下的人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要甲规世界变过来的意思。所以咱就知耶稣的命令，叫所有的门徒去，毋是简单的代志。像伊将迄个折磨甲死刑的世界变做拯救的记号，也改变传统犹太人所理解婚纱意义。无过是迄个真艰苦、真哀伤的婚纱，却是一个积极的四线、积极的扩展。对耶路撒冷开始，四面去，就到犹大全地，直到全世界。基督徒教对上帝国就教对，基督徒教对信仰的影响力就教对。这个嘛是呼应上帝第一个命令，伊创造人，叫咱爱遍满全地。基督徒就用2000年遍满全地，互福音到世界的逐角落。那么轻看这个命令，那轻就真简单，因为伫2000年前，迄个旅行真无简单的时代内底，每一届四线可能是最后的告别，后一届就天顶三见面。所以耶稣的命令是一个充满生命重量的命令，是一个生命重量的托付，伫伊的门徒顶面，印着去，互万百姓成做我的门徒，毋是信徒。虽然第一代的门徒拢是犹太人，虽然门徒服侍对象那真就一开始嘛是犹太人，但是门徒真正完全服侍对象是万国万民。福音嘛毋是犹太人的专利，耶稣互门徒的版图是万国万民，因为天父上帝是万国万民的主。因为咱头拄仔是安尼祈祷，愿天父上帝名做圣。愿天父上帝国度降临，愿天父上帝旨意伫地面上，亲像伫天里。所以咱发现，耶稣传道的目的，将来是互人成做信徒尔。因为敢若是信徒，是无快力的，是无 empowerment 的，是无活力的。因无法度产生影响力。咱来知，耶稣传道3年半的中间，太侪人相信伊啦。有人是相信食饱、食饼得着饱，亲像台语所讲的：“使我清，使我行，使我借钱毋免还。”有的人看闹热，耶稣加薪者，医逐种的病。但是这个人相信，也听伫相信，听伫食会饱，听伫有闹热通看尔。因的生命永远无搁往头前成长，真正可惜。若是咱安尼一直无法度付出，
咱就真做属灵的大苦呆啦。食了肥肥，生了软软，咱会真做教会负担，咱嘛真做家己性命的负担，敢毋是？所以真做门徒，毋好干那真做信徒。主耶稣继续讲，着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佮假使遵守我互恁一切的命令。真做门徒的要件是洗礼，然后遵守主一切的命令。而且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就是洗礼、受洗是主耶稣命令的一部分，毋是一个选择尔，毋是选会使，也是选毋免。所以咱以后莫阁讲，我信耶稣就好啊，减着洗礼，爱洗礼，因为主耶稣洗礼，因为主耶稣吩咐咱。因带人来洗礼，然后总比因正做门徒。这毋是通选择的，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毋是干那是信徒爱正做门徒，因为门徒受装备，有纪律 （discipline） 来实践、来操练，就会。有圣神的同在，产生能力，然后咱遵守主一切命令，也将这一切命令来教示信主的人知。就咱毋是干那带人相信，互人受洗尔，也透过咱的好行为来见证主，互人归荣光上帝，互上帝国的法度会当影响。改变咱所大的这个团体，甲咱所大的社会。主应允咱，若咱安尼行，伊要甲咱三角伫地，伫到落尾。主耶稣伫遮毋是干那透过我要甲恁同在，来强调福音会当改变人的性命心理。主搭甲咱同工，毋是咱一个人在做工，是主来改变，毋是咱改变。嘛毋是干那激励门徒讲，咱毋是一个人在做工啦，永远至少有一个同工叫做主耶稣，伊甲咱同工，伊因带保护帮助咱，毋是干那安尼尔。主耶稣伫遮是咧提出一个足革命性的观念。的思考，就是上帝国是会当刷叮当的、可携带、会移动。基督徒教队，上帝国就确定教队。这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伫到空间的最大化，伫到地的四边 ，the end of the world。主耶稣讲过。天国亲像啥物？天国亲像上世的经济，经济是通刷叮当的。咱带着一杯经济，福音的经济，去到地，也到地，入土就成长，然后真做大树，开花结果，利益身边所有的人。咱看见主耶稣的爸爸是一个做木工的约瑟，伊所呼召的使徒保罗是织帐篷的做长辈，所以咱看见迄个会当刷叮当、为确定的上帝国。所以咱通安尼讲，恁是教会，恁是相连人，恁教对，教会就教对。恁教对，相连教会就教对。第二个意义是伫到末日，世界的末日，也是咱性命的末日。因为咱伫这个世间的末日，就是咱性命的末日。透过主耶稣甲咱应允的，咱通放心，
因为每一代基督徒的传承甲演算是主的联系。教会未来伫主的手中，咱来永远会记得，主甲咱三同行，要超过咱性命的长度。主甲咱三同行，要超过每一个基督徒的长度。伊要搁较头前，下一代、下代，直到主过来的日。2000多年来，真侪门徒领受大使命，用因一生的重量，伫因家己的世代，伫世界各所在，伫因所受呼召的专业，传福音做见证，互天父旨意伫遮，伫地呢，亲像伫天呢。因是讨放努力的国会议员，因是伫破病黑暗暝夜灯火照光的护士，因是照顾弱势者的妇女教育家，因是有阁要加到满出来啉食习惯的改革者，桂格麦片的创办人，因是帮赞伊阿兄去神学院上帝资本家，即个恁一定爱熟悉。伊是可卡可乐的创办人，将咳嗽药水变做世界上知名的软性饮料。但是无足侪人毋知，伊伫20世纪初用100万美金去神学院。伊有足侪故事，有机会才做伙来分享。因是5人精神的典范，是第2届医疗贡献奖的得主。因是伫偏远的所在改革农业的人，佮将台湾第1个重要的大学起造起来的人，毋是台湾人，却用伊的性命贡献伫台湾。今仔日，亲爱兄弟，特别是洗礼兄弟、转职的兄弟，恁真做双连人，所以无论恁伫倒落，恁可能一世人伫遮，伫到见主的面，恁也可能穿梭伫世界台湾无共款的角落，但是无论伫倒位，总是爱传福音，总是爱互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总是爱用咱的好行为来见证主，总是爱善真善的影响力，互世界更较好。那咱安尼行，主应允，伊要甲咱三甲伫地，直到咱完成使命，直到生命的落尾，直到见主的面甲伊报告 ，mission complete， 任务完成的迄日。咱做伙来看2位青少年因的洗礼见证。好，我是洪恩友，然后我从小就在圣灵教会长大，然后我是第4代的基督徒，从小就被丢到这个环境当中来长大，这样对，就长大的过程中就慢慢就喜欢来教会，然后也慢慢就开始有各种服事，这样，所以目前在教会还是比较稳定。今年快要17岁了，对。目前是升高3，然后在准备考大学这样子。我自己很喜欢，就是跟我们牧区的青少年一起做各种事，比方说我们会一起去一些营会啊，不管是创业教会办的，还是我们去参加其他的特会。我觉得一群青少年很火热，然后一起去一个营会当中，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领受，然后大家可以彼此感动，然后彼此分享，然后彼此激励，我觉得就真的蛮棒的。像我们暑假初去了屏东和平长老教会的营会，然后我们就是一群青少年回来之后就很感动，说我们要一起读经，然后要一起来努力建造教会，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LINE 的群组，然后就是每天大家就彼此提醒，然后就是彼此帮助，然后让大家每天可以记得要读经。然后我也很喜欢跟我们的青少年一起服事，
像是我们可能在牧区当中办活动，或者是我们在营会当中可能有一些像是敬拜团的服事，我觉得就是一起参与在这个服事当中，所以也让我们彼此的关系更密切，然后也是在神的带领下，然后也可以彼此服侍，然后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就磨得越来越漂亮，磨得越来越好，然后也越来越专精。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在我们牧区当中能够有这么大的福分。前阵子有一段时间，就是对自己有很多怀疑，然后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也被很多种打击。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啊，我的人生好没有意义，我为什么我可以那个重新开始嘛？就是回到出生前，就是觉得这16年好多值得我后悔的事情，然后好多很后悔的选择，然后觉得哦，为什么我都走在那条比较难走的路，然后就让自己觉得很委屈，然后很痛苦。就是我一直就向神求，就说神为什么会带领我的路这么的奇怪，或者后悔说为什么我没有就是好好寻求你的印证，然后才去做我的选择，而是凭我自己的意志去做选择，所以会有很多在我的感觉是错误的。对，然后我觉得神就是不断的用他的方法去提醒我，像是我就滑 YouTube， 然后就自动推荐了一首歌，内容就是说神不会放弃我，然后我在最低谷的时候，他也会温柔的把我抱起来，所以我就好被感动。然后那段时间我觉得说，哦，神真的很美妙，然后就是神其实还是很恩待我。虽然我觉得说那些选择好像还可以再更好，但是我相信就是透过这段祷告之后，然后神就告诉我说，哦，这其实是一个适合我的选择。所以现在回去看就觉得，哦，其实虽然好像经历过那些，但我觉得我的收获是更美好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很感谢神。我觉得虽然就是坚信礼前跟坚信礼后的教会生活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就是还是在小组当中，还是在有服侍的岗位。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信仰的另一个阶段，就是我已经发自内心的决定说这是我自己要选择的信仰，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宣告。这样我觉得在我的心里的认定，我会更加笃定说，哦，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我就是一个追随神的人。所以我想或许就是我在心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认同之后，或许在追求神的道路上可以更火热。对。第二个是义节的见证。好，我叫赖义杰，然后但从小在教会大家都叫我妞妞，然后现在是升高2，然后就读景美女中。我爸是上会长老，然后我妈是雨恩，她是大专组还有社青的辅导。然后我们家有4个小孩，然后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准备去读第3类组，就是要读生物的那个部分，因为我自己就是从国中的学习里面当中，我就非常喜欢生物，尤其是人体。对，因为我觉得生物就是在研究上帝美好的创造，尤其是人嘛，人是上帝特别就是分出来创造的一批。我每次在学习就是人体的各项结构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天哪，上帝实在是太奇妙了。对，其实我就是一直在等我16岁生日的那一刻，我就想要赶快受洗，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国中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想要受洗，只是我还没有满16岁，所以我才就是现在来受洗这样子。像是我在国中的时候有特别参加几个营会，然后就是在营会的就是过程当中，我就是有非常深刻的经历到神。虽然是小时候在就是主日学长大的，然后其实你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不觉得他跟你有任何的关系，然后就是好像是2个平行时空，没什么交集。对，但是就是上国中，然后参加营会以后，慢慢发觉到，就是原来这个神是跟我有关系的，然后就是这个信仰是非常真实的，它不是就是礼拜天然后主日学讲一讲就好像就这样，然后它也不是礼拜天的一个例行公事，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神，然后你可以感觉得到它，虽然你看不见它。对，然后就是这是我在国中的时候非常深刻的体悟。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准备考高中的考试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就是压力非常大。我那个时候在考试当天，就是那2天，我其实状况没有很好，可能因为压力大，然后再加上一些生理因素，我考出来的成绩比模考成绩真的低了5分。然后我就是考完的
那一天我就晚上在跟妈妈散步的时候，我就在合体大崩溃，对，然后但是就是分数出来，就是觉得很挫折吧，就觉得自己努力了那么久，但是好像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回报嘛。原本是想要上前3志愿，但是因为分数没有到，然后后来选择就是有一点点的高分低就去读景美女中，对。然后选择是因为离家里很近，然后加上我想要读女中，对。原本是觉得就是好像有点委屈啊，就是因为分数没有到，然后所以才去读景美。但就是后来发现，其实景美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就是离家里很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因素吧，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都要通勤什么1个小时之类的，但是我走路5分钟我就到景美的侧门。然后就可以进学校，对，就是觉得非常幸福。然后还有景美最近有整修他们的新大楼啊，然后还有就是新的游泳池啊，反正就是很多新的设备。然后再加上就是女中，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对，所以我后来就是才真正发现，就是景美才是最适合我的地方，对。然后我就觉得就很感谢上帝的带领，就是可能他让我就是会考没考那么好，所以我才有办法到景美这个地方。对，就觉得就是很感恩这样子。目前在教会就是担任，我有参加敬拜团，可以跟比自己大的哥哥姐姐一起服侍，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然后也一直在学习这样子。然后也有在高中组参与服侍，我是高中组的小家长。不要觉得信仰离你很远，因为神其实真的是非常奇妙，而且非常有趣嘛，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位上帝。所以我觉得可以鼓励你多多的认识他，然后不要觉得教会很不好玩就离开教会，就是其实待在这里就会慢慢发现这里其实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对，选2个少年人的见证。是要甲大家讲，咱的囡仔大汉啊，因要洗礼啊，咱来继续为因祈祷，因有真长的人生，求主继续甲因相同行，保护因，引带因，互因有丰盛的生命。咱来为咱的青少年，为咱的囡仔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伫创世以前，你就准备拯救的恩典。佮伫你的独生圣囝最后所祈祷的心上来成就伊，互阮会当得到罪恶的洗清，新的活命的开始，会当有国外的渴望，佮有行你旨意的困难。求你继续保守今仔日要洗礼、要加入相连的即群兄弟，互因一生跟对你，行伫正确真理的道路，到老无偏离。也互阮已经行伫正确道路的人，会当坚持到生命的路尾，互人看见阮的见证，就归荣光上帝。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要来吟圣诗464首。圣诗464首，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这个时阵，咱要来奉献。你若还未写了名卡的来宾，请你填表了，互咱的执事。请咱起立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一切你得到你的供应教育丰富，阮献上感谢。这是阮用金钱代表阮的心意献上伫你面前，愿你欢喜感染阮所献。阮安尼感谢祈祷，靠救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个时阵咱要洗礼。咱即时要举行圣礼典来洗礼，请要洗礼甲信用个别吼，就对外教派转会籍来咱上人教会拢徛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阮得到芳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所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搁活了后，
还未上天的特性，我安尼讲，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是因手，佮我日日教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圣经中间有记载，五旬节的时，必着传福音互众人。对听伊的人安尼讲，恁着悔改，逐人伫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得着赦免，佮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了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所以，亲像迄时，必着对众人讲，恁着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佮受洗礼。但我也要对徛伫众人甲上帝面前的各位来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悔改，告别恁的信仰，佮伫伊名来受洗礼，一个圣礼典，就正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结连伫耶稣基督。所以，当你要受洗礼，你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牧师所要问恁的。你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够诚实悔改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有要安尼做啊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这时阵，咱来进行洗礼，会众请起立。大家好，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少年，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林伯君，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圣，佮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当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甲查某囝进入你的教会，求主赐福看顾因，求你用圣神降落伫因的顶面来坚固因的信仰，用恩典赏赐因，互因结连伫耶稣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当因拄着试探的时，求你保护因，互因会当精进信仰好的精进。愿你的快乐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疼，搁互因一世人会当服侍你。但主，阮也恳求你，互阮逐人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会当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主帮助阮，
互阮会当一世人做你尽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的名求，阿免。会众请坐。咱即时要请咱教会的小会员，就是牧师甲长老来举行握手礼，来接纳受洗礼。恭喜恭喜！礼物甲证书吼洗礼者。请恁向后转吼，向后转。我来介绍。好牧师介绍因的时阵吼，咱就是伊的亲朋好友，也是讲伊的小组员、教会朋友，咱起立吼，好，咱做伙欢迎。好，第一位是这个陈永和兄弟。请坐，好。第二位是谢佑林兄弟，请坐，好。第三位是林伯君弟兄，好，请坐。来过是陈丽芬姊妹，来过是吴木珍姊妹，好，咱礼拜结束了，较来翕相了吼。所以请您先回座，哈。这个时阵我来报告吼，咱有小会公告，咱伫8月份定期小会案由议决通过聘任罗志强传道师，成做咱本教会牧区关怀传道师。对今年9月7日起，会赴任伫期间，甲牧师任期甲主任牧师同款吼。第二个，咱教会伫今年度10月19甲10月26日。第3场礼拜后要召开临时会员和会，要选任下年度的新任的长老甲执事。长老甲执事的候选人的介绍有搭伫咱外口的走廊的公布栏吼，所以兄弟嘛当用 QR code 来对每一个候选人搁较进一步的了解。咱到伫集体关怀，咱本会会友施正宗兄弟、廖林信姐的先生，伫7月12日安享主怀，定伫8月30日即个拜六上午8点半伫台北市怀爱馆的进神路至中一厅举行入念个别礼拜，请兄弟来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
第二，咱的本会会友十字会姐妹伫8月初8安歇主怀，嘛已经伫8月2日举行个别礼拜，并安葬伫平安园。感谢兄姐长久以来的关心甲代祷，愿主赐福安慰家属。即个顺咱的牧师的牧养的代祷，甲欢迎来宾。代表教会欢迎第一届来甲咱做伙敬拜上帝兄弟甲新朋友吼。第一位吼，这字有较错，我若念着，请你爱包容吼。江纯珍、叶银珍、陈永恩先生，这是显育执事的同事，嘛是今仔日受洗育人的同事，请起立，互阮来熟悉你。请坐，欢迎恁吼。再来，郭涵芬、李成瑜吼，这嘛是显育执事的同事，嘛是育人的同事吼。好，请坐。再来是玉轩、陈玉轩甲谢兆宇，这是清流执事的查某囝甲囝婿。请坐，欢迎你。再来是陈哲恩。这是马街员工陈泽恩伫后壁的所在吼，欢迎你。好，请坐。较厅仔有招待同工，会欢迎遮的新朋友吼，伫到贵宾室的所在来介绍教会彼此认捌。这是咱来吟上言。圣诗514首，圣诗514首，请咱起立来吟。咱犹原起来接受祝福，恁着去，因为咱的主耶稣已经命令，着去，互万百姓成做伊的门徒，洗礼来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搁传播一切主所命令咱传播的，互因成做军队主的门徒。若恁安尼行，主就要甲恁三甲对地。搁以国外的大气力、圣神的引带甲保护，天父上帝教业稳定，要甲恁三甲伫地，直到世界落尾。阿门。
请坐，要倒谢阮强受切恳。